期待嚟上呢個堂係因為我覺得睇本書其實始終都係比較平面啊。咁佢上呢個堂嘅時候咧，無論係可以有機會同其他家長可能無論係分享啦，或者係聽導師即係Esther 嗰個嘅講解或者咩，咁我覺得係會認識更多嘅咁樣樣。因為對於正面管教以前係覺得好似都有啲理論，但係嚟到好多工具同埋個 PHP 咧都係我覺得好有用，同埋應該將來會好幫到大到嘅呢個。其實我都係好中意稱讚小朋友嘅，咁但係我發覺有時稱讚嘅路中其實會走偏咗，咁我發覺原來鼓勵嗰個能量係更加大過讚美。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講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可以 pass， 就是你不需要逼着自己一定要很努力。要 aware， 即係上一代點樣去對自己嘅時候，原來我可以選擇我繼續用呢種方法，定係即係 the other way round。教育呢樣嘢係要，我哋嗰個方法係要長遠啊。點解長遠先做到一個好嘅結果咧？我以前就是把和善和堅定分開了，所以說我達到了很多都是負面的。所以我一直在困惑自己。當我這兩天跟我兒子試過之後，他就跟外婆說，我好開心，我媽媽這幾天這樣子對待我，然後我很開心。然後我媽媽就說，哦，你以後可不可以天天去上這個課？雖然我都有個孫，咁佢3歲幾，咁我呢幾日我都有咁即係試下 apply 落去啦。咁佢都好開心嘅。裏面嘅內容咧係好有心同埋好到位嘅。呢個係爸爸媽媽會犯錯，能夠有一個 self acceptance 嘅時候咧，我哋先能夠走更遠嘅路。唔需要自己孤單去面對，而係大家係一齊可以諗方法，係啦，揾出路咁樣。我覺得唔係淨係家長，我諗社會上每一個人都係學識點樣去同孩子嘅相處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希望將來有多啲即係爸爸啊或者男性係啦都可以學識到呢個正面嘅管教咁樣咯。呢3日其實我初初係覺得好 intense 嘅，咁我諗住，但係其實原來係好投入嘅時候嘅時間又好快就過咗咁樣，即係大家都好 enjoy 喺裏邊。我就上完堂，我就俾到更多嘅力量，或者更多肯定自己，就覺得其實我係可以行呢條路咯。即係學識知識咁簡單，即係好感覺到你哋一個同路人嘅感覺。咁又感覺到將來大家都可以即係喺呢方面變咗好似有個即係並肩作戰嘅一個同伴。我希望我哋喺呢條路上面越行越遠咯嚇，係咯，同埋大家都可以將呢個positive discipline 宣揚開去，令到更多人受益。我哋好連結，一齊努力。